迎收看《后场太上股》，有吧太家股。大家好，我是土司中阿总股吼。两个时代，大家对小阿妹的看法到底係乜嘅咧？兩個時代小阿妹啊，經濟獨立、性格獨立、財跳咩獨立個，韓國當當人對事業咩當大兵，呢種新力量喺你按做力。唔過，除咗呢種小阿妹以外，乜有當到當位細奶嘅小阿妹嘅。呢種強腳妹、老細奶妹，到底哪位有政策咧？你見唔有這樣的扎後生人，老大家小嘅兩個時代嘅小阿妹，總統來歡迎。第三老大家小嘅係質疑。大家好，我係做的你當初未做的做細奶妹嘅質疑。看來當強哦，兩種都做的，等下來分享到底哪一片無強樣吼。第三位老大家小嘅係李家。大家好，我係全世界最強嘅強腳妹李家哥哥。講樣強腳妹，唔過頭腦唔好，強就好咯。好。第三個老大家小嘅係白強。大家好，我係我媽媽係女力的，不過我當好軟妹子，你有強到吼，計白強。好，白強本人強到，等下來分享到底冇做乜嘅會強到吼。第四個係老大家小嘅係慧琴。大家好，我俩還有雙寶，還有雙喵，還有做你媽媽哈動強嘅回去呢。最後老大家小嘅係小鳳。嗨，大家好，我係土豆強腳扶娘嘅小鳳。強腳扶娘，今年兩下應該成發當厲害當辛苦，扶娘讓人做啲事情咧。應該係當強爽啦，係嘛？有強腳嘅扶娘嘛，乜解就歪啊？冇記講嘅黃太太為馬記啊，佢係嗰個係我弄，係咩強啊？係準衝。吼，假如講到吼，兩個時代吼，對細妹人家還有婦人家嘅看法無共樣。假如講到有強腳妹啊，有乜嘅細奶妹啊，大家心目當中吼，知道嗱兩個到底哪片無共樣，韓國應用版定義咧，嘅小鳳先來講好嘛？係啊，係啊，你有強腳嘅心球啊，係咪？有知道講咩吼？你講嘅細奶妹咩吼？我生發獨到嘅誕生就。確定一下，就講這生發當中咩吼，較只會本人知道講啊，你係細兒啊，你係細妹呢，就講較多嘅關心，較多嘅關懷，我講佢就舒爽啊，咁要按嚴重，你講過哎呀，我做乜事情輸就唔團，按吹啊，你講嘅強腳妹咩吼，就冇按手，就知道講乜嘢就做得。好啲福卡我變數啊，我正理啊，就懂得揣跳，因為相夫教。係咩是讀過咩吼？嘅啲福卡變數咩？我大插博嘅女漢子，啲福卡變數大插博，然後你邏輯有什麼關係？係他唔知呢？就講因為佢做事情較豪邁咩？就講佢較唔愛拘泥小節啊，就講啊人要按歐洲安尼，係啊。不過你這個根據到底從哪裡來？冇經濟啊，做事情，先講根據啊，做事情較大數據庫動起過，喺數據庫動起過，係唔係你看過？唔係，現場看過，唔係看見，黃太太今日做聽唔係講我看見大插博，我講嘅係我看見做事情安尼大咧咧的咩吼，老細來較佛的來，你嘛像安尼至於就係代表，佢代表嘅。嘅細奶妹，你講法較夾到七條髮較短安尼，啊強腳妹就身高較短，強腳妹就唔愛啊，係冇嘅做事情就唔愛講求數求腳啊，吼要講歐洲要講垃圾。咩冇講歐洲冇講垃圾？唔愛係，冇等下聽下迄本奶茶。腐朽嘅冇，迄本奶茶。咩老細咧，我就知道講較冇距離啦，係做事情冇較冇分別。安尼就女漢子，嘅白強嘅，你啱咩係女力？嘿，那個定義，然後照風格冇強容哦，認為幾個吼比較變態啦，色卑卑強。對啊，點看見大插波？唔係看見大插波啦。係啦，我認為嘅女力吼是係冇細柔，男人冇細柔，生命動作冇男人未做的。乜嘅事情吼，佢全部自己做得當好，不過吼。軟妹子對我來講吼，是係
马个事情哦，像细肉生命当中的细肉，那人啊会晒奶啊，电影下。嘿啦，俺意思就按你。那子瑜啊，李佳吼，这点冇强龙啊。我安尼讲吼，等下佢哋就會抗議哦。真嘅。假如講到掠到強腳妹，留嘅曬奶妹，他講因為講吼，掠兩種嘅機性啊，兩種性格，嘅形成嘅原因係咪有冇共用嘅地方嘅？你講？我是到手上甲他強腳妹嘛，他甲他兩位都有講，強腳妹其實就係乜嘅事情啊，自家來做就好，冇需要騙人來聽數。唔講係說曬奶妹嘅啦，有陣時可能係握下都會人吼，種快睇咧，有啲公主片啦，嗰時候真係有曬奶妹嘅，愛用啲詞彙。啲公主片嘅人吼，就唔做乜自己，點咩公主咁樣講哦，公主片就會講吼，有可能係出去嘅時間，然後你食飯。看到與學長都準吼，就講學長，人嚟拜託請一下飯，嗌支援，拜託，多點禮貌，一種妹唉。跟小鳳就稱好愛用嘅，唔係稱好，變瘋瘋咧，我要款咧，我咩都唔使來咧，我看咧看。我款講定然下個冇定然下嘅，人家講唔得款貓草嚟。因為佢當日都有讀過冇共用嘅妹啦，嗰種愛做得按用款啦。我當然冇當日啦，就講最起碼要看貓草，有得人講法就人家講唔得以貓起人咧。真嘅啊！哦，安尼就以貓起人。係啊，偏偏都冇起，以上言論你啦。叫唔敢咧，純屬小鳳嘅意見啦。跟質疑吼，你敢唔敢用獵鋪？有啲事係咩會用啊？啊，有效哦，有效。你要是係公主病。唔係有公主片，係看情況、看對象。哦，看嘛個對象，像學長咁樣。係啊，像四丫頭嘅學長。嘅白嘅嘛，跟頭白嘅五片酒，係唔係也是公主病？我自己算唔算係公主病啦？不過吼，大擺吼，我你出去嘅時節吼。就算哦，佢個抱抱吼，根本係空嘅哦，佢將個細路藝落去款動死哦。日禮拜我都要去花蓮個海龍公園啊，去那個地方動態啊。我都要準備去食豬，嘅時節啊，我兩手吼全款動死哦。不過佢兩手空，我是老佢講吼，幫我拿一下好不好？我去拿餐，我去拿餐。佢是講吼。為什麼要我幫你拿？我都沒叫你幫我拿包包了，你很不貼心哎呦！即係接人你按用講。哦，我燙到你兩手摸hand，還講你不貼心。我燙到了幾發吼，我是咁講吼，好，然後我就把東西放到做微蛋糕，然後吼裝落去拿餐。然後吼裝了恭請機上座用餐，是娘娘的概念嘛？請用餐，哎呦，所以我們第幾算係女力還係軟妹子，因為吼呢度行為蛋糕吼係女力，佢某個事情愛管，不過到個性蛋糕佢係軟妹子，咩佢係皇後。係啊，我看到呀，前陣係有張係公主片。哦，呢啲係好朋友，好朋友。跟住唔知㗎，吃到自家係強腳妹，也係曬奶妹。我感覺我吃嘅係一般，係看對象咪看情況。像我平常時出去我不會做事嘅時，我會較獨立地位，因為係。他曬奶妹，因為我看下就他曬奶妹，不過所以那係冇佔盡也土嘅一面，會就會本人欺負。不過那係對係男朋友嘅方，我就會他曬奶妹。我哋啊，假裝看到人嘅 Instagram， 我吃到老平常是當冇漂樣啊。冇，因為細漢人其實佢哋未清喜歡講，朋友啊會曬奶啊，係講本期講以清洗要記。不過唔係大擺就曬奶，有啲時會細漢未清。好曬奶，從北強就清好曬奶啊，係冇。故所呢，細奶好曬奶嘅時，咪做得暫時人下霸氣嘅一面，係我有技巧性嘅，有好滿嘅啦。有技巧係冇，啲理解咯。我知道，我知道。強嘅強腳妹，係因為我應該就係我是些拖應該好高嘛，就係自家帶恤衫啊，就養成按樣嘅性格啦。很多我嘅性格看耐條嘅，故所有陣時發生乜嘅事情，
可能係充電工啊，幾時動橋啊，無想愛讀書啊，唔會留我某行人講，因為就講記得我笑啊，也係呢我嘅男朋友啊，從來自家發生咩事情，係咩唔會留記講，自家做啲吸收嘅事情啊，就自家嚟 keep 住就好咧，冇事係冇事要麻煩騙人嚟做，嗰種我就用成按用強腳強嘅妹嘅，真年輕強。你下存咧，另外一隻嘅細妹人家，你下唔係細妹人，係婦人家了。有兩個嘅順保卵嘛，嗰個咧係鐵漢媽媽，唔單槍係強腳妹天天了。係，我是到自家係啦，唔單槍強腳妹咪係鐵漢媽媽。因為我是到細妹已經做了媽媽以後，然後頭擺係小姐嘅時間。冇強用，係因為我維持到自家係成日呢嘅依靠，所以大項事情是開始變好獨立。我還記得雙寶當時嘅時間預備，嗰種是正好做媽媽嘛，我攞佢細心，我先已經變到我自家腳鼻檔，攞佢細心，人人看到一隻器材的行的，器材的大隻的哦，會飛嘅嗰種，會飛的那一種，係，其實人人看佢行過來其實開始同我腳已經爬上來，爬上來哦，爬上來，我沒有爬，小孩在這裡，聲音都咧，我只看到佢哦爬到我聲音咧。係，做起來啊！做起來跳，做起來平到嘅表紅衣，做起來跳，所以到嗰種時開始，我就覺得哦，我自己真的是鐵漢媽媽，為母則強，做嘛該會按你為母則強吼，老雙寶嘅爸爸沒有關係係冇？係。差不多記得2-3時間嘅時間，嗰種時間爸爸就發生一場非常嚴重嘅車禍。係因為嗰種是雙寶很凍死，所以我是做我嘅生意，我是改自己要處理凍到事情啦。你在生意？係，處理啲車禍嘅事情啊，可能去到競賽協調啊嘛嘅啊，還我自己處理小孩的問題啊，還我做事係啊，所以。鐵漢媽媽哦，係啊，唐父親安尼講吼，以前細妹應該吼自家處理自家嘅事情，平常是兩三年嘅事情，你下邊做3個月自家嘅處理吼。你電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自家媽媽係唔係咩按樣嘅心給你哦？感謝媽媽，每年的母親節要跟媽媽說一聲母親節快樂哈，恭喜媽媽。不過剛剛有講到吼，都在強腳妹、老細奶妹都平常嘅生活當中有什麼不方便？咩有嘛該防騙嘅地方啊？你先聊一下，等下再來繼續來講了。細奶妹嘅吼，我說沒有懂騙你嘅素材啦，就係呢，無論做乜嘅事情都唔會用到記，就懂好。有記差咧，做乜要記本？我因為研究細奶妹啊，其實我感覺雖然我看起來親來感覺就係細奶妹嘛，嗰種嘅因為我要細隻，要下長，嗰種看來要短，係下短，嗰種下輕。好啦，拉係冇，本地講咗開。歡迎到咗來後上台上講嘅節目現場哈，你剛剛最尾有講到係父親分享嘅故事嘛？細妹人家處理呢條事情，真係東西要勇氣哈，咩東西要給冷靜去面對，自己面對嘅事情哈。那睇起來就係強腳嘅代表嘛。唔過咧，喺生活當中哈，你強腳嗱細奶都係有乜嘅防騙，還係冇防騙嘅地方，你家先來講一下好冇？我知道強腳妹嘅冇騙你嘅素材就係跳強嘅，強嘅哈。因為從我自己頭擺交男朋友嘅時節啊，就係可能跳強腳嘅啦，因為可能愛相處嘅時節，可能幾次都愛當伊嘅相處。我就知道冇需要啊，做乜搞當面念強下唔掂喎，自家愛有自家嘅想法。世界當中請看得到你聽，我看唔到佢。冇啦，他心玻璃心會碎光。係，人家知道自家做嘅事情就自家來做啊，冇需要麻煩騙人。迄個男朋友咪係強用唔掂喎，我所記起來後。頭擺嘅男朋友就會有啲新型公帶，可能就會知道佢自己冇乜嘅用處。佢可能會知道自己冇乜嘅吸引力，想唔到。真佢冇乜用處，我就想講啊，我這樣好像有啲壞啦，就改變自己嘅性格。不過見慣我就知道何必呢？做乜嘅改變自己嘅性格，我就當麻煩啦。不過我說強腳妹當好嘅素材就係講啊，我去哪邊搞啊，我去哪邊比啊，韓國自己咩做咧
打咩王差嘅啊打拉卡，完全冇需要花任何時間請別人來聽數你，而且也係當便利嘅東西，當便利嘅素材，係唔過像細奶妹嘅嗬，唔講哎，細奶妹嘅嗬，細奶妹啊，細奶妹嘅嗬，而且沒有當便利嘅素材啦，就係呢，無論做乜嘅事情都唔會用到技，就當好。細奶妹一吹撞嘴就要。係吹撞嘴就哦拜託就好咧，嗌咩話開下。有其他咧，有個咩拉卡，就做咩欺負？我因為研究細奶妹啊，係唔係？佢會見到語言同李家家講嘅嘛。我認同李家頭先講嘅，佢多少我嘅做法咪撈佢差唔多，因為我是都做的自家做嘅事情是唔是麻煩拍啥？係啊，佢比如講，做得自家打拉卡。係，這個就很打拉卡，自家唔是打用嘅小水。都可以啊，上面下就好一點，上面下，要搭菜啊，上面下就冇啦。所以講，你有事情你是自家是做得處理，自家是做得解決啦。很愛地改啊，誰動到誰嘛，應該就是開時差嘅問題，佢唔係學時差嘅，佢佢咪佢需要人來接送，係，佢是愛人來接送，溫馨接送，係啊。可是從啱時期到接送就不需要，係，你看我會自家時差，我去哪片，我都做得自家去，是唔是愛自己拍啥？係啊，香港冇方便嘅為頭是係。因為其實當到事情都自家做咧，佢已係真係愛停手嘅時間，可能對方是話是到都會啦，唔是咧嘛，佢做得自家做嘛。可是你其實係咪係希望佢做得攞停手？可是係啊，不過我上次談到譬如係啱英講嘅時間，我電腦變好硬頸。經驗來驗硬項係，電腦好硬頸是所講自家做好咧。電腦很執行哈，就執行講就好，你就這樣講，我就做本款，係唔係啊？其實我 anything 哈，就不管係誰來還是誰某人家哈，心肝都有軟弱的一面，就漢人有時候你來照顧都有玻璃心的一面嘛，係唔係？嘅強叫每老細奶每夾一生嘅質疑，你都身邊啊，你度過有乜嘅冇方便也係方便，你知道？其實我感覺方面看情況，其實我感覺就算係欠腳咪，就係還有你嘅咩係需要成日嘅，就像剛才你哋講嘅需要人聽書嘅時間，像你欠腳咪嘅時間，佢每本人看唔起，故所做哋堅持起來原則，做哋補充起來權益，係故所將每本人欺負，唔講像以前我太好嘅時間啊，但係我辦東西輕鬆嘅時候，我看到係從學長係。誰來同我就會講幫我，哎呦，好重，你就講好重，你就看到就會講哦，可能你來聽書嘅用語，嗰時有啲時真係較方便啦。我知道我愛好練哦。哎呦，真係哈，就開始做多啲事情，或者愛之間。還有出去社會嘅時候，你買東西嘅時間，做啲少年調嘅，嗰還有上飲甜調嘅，啲調價就會講你啊在細妹呢，請等一下，係佢就會做啲本而下貨調嘅，較便宜調嘅。上面咪好，還較等一下。真嘅嗬，看後面對喎，後面係慢嘅啦。係，嗰時我看情況啦，係。嗰種嘅要本樣嘅生活，要談講人本樣要分享過嘅強強老細喺度生活當中有乜嘅好嘅唔好嘅地方。唉，講到咧就先愛自己嚇，哎呦，跟他講誒，你講嘅女漢子，你講。有冇講很多強腳妹嘛？強腳你講學是清後堂哦，意思講做上些懂強腳嘛。做事情懂善術啊，都要有分啊，有分講做些也係性格啊，像性格咪好更一種女漢子咪哈。哦，跟我不用。走嘛，乖走吧嚇。不用佢電腦擺家下，佢上班家下咪哈，面對客戶迎客嘅掉咪哈，佢就係細奶妹。好，笑面就講係笑面，嚇，上山腳嘅昂面，人家咪好就對佢當客氣，唔過還不會讀到一條嘅無合理嘅拗客啦，嚇，拗客，啊，佢就話鬼都市嘅遊戲嘛，嚇，做南方開以後，佢就面對捱咪嚇，佢就話講本捱談，嗱，你廿兩時捱就兩條路，贊成講認同，誒。沒共用，就要兩條路，好，最冇就係默認。
啊。佢講嘛，梗係就乖乖糖就好，那麼你就夾聽人啲嘛。嗰種我就知道佢啲 no boy 咪好，然後轉來福卡咪好，就兩種人啲嘛。佢轉來就變個雙面人哦，雙面多鬼。啲 no boy 就塞奶媽誒，轉來福卡咪好，就變寧可我負天下人，冇天下人負我安尼。我就一聽就變到完完全全的女漢子，還是個性咪好。就差別動態。我想吼，我相信哦，王太太都福卡一定有準備足球誒。我不宜看這集，我不宜看。所以是，即做阿妹以後咪吼，就喊卡，喊卡強腳。就是呢，王太太隨時足球嘅準備好吼。足球嘅。我不宜看。跟香港嘅前友，係唔係咩有安尼嘅心？哦，我前友吼，因為佢係幾乎下最細，慢，嘿，所以吼，佢到外輩發唔到乜嘅錢吼，因為佢長子安樣，拜託託幫我付錢安樣吼，誰來是為老佢付錢安樣，都無限嘅，因為佢係最小那一個，所以咧佢會老佢嘅阿哥啊、阿姐啊講吼，我會出去了啊，所以吼本來一點錢啊，兩邊投一點啊，改邊投一點啊，是上時候是為就2000Q啊，出去吼咪發唔到乜嘅錢啊，所以我感覺也是當好嘅地方。當風片嘅地方，因為吼到了下佢咪畢業啦，佢冇弟弟妹妹啊，所以咪唔是本馬沙錢，佢嘅錢是係佢自家嘅錢，陪沙嘅錢咪係佢嘅錢，所以當風片啊，順清道錢啊，都清道錢哦，有啲咩懂好嘅吼，係真嘅。做人妹子。甲百強講到嘅係因為吼，即家喺福卡嘅滿子啊、滿啊，從一出世就受到大家嘅照顧、大家嘅關懷。就1塊錢吼，到全部呢，如果要分給所有的小孩，所有跟1塊錢哦，大哥分0.1塊啊，二哥分0.2塊，其他的全部0.7塊，全部係滿子滿。古時候就會容忍兩種係種細奶妹嘅性格啦，嘅菜場嘅細阿妹啊，又因為自家係強腳妹，也係細奶妹，又受到大家冇同樣嘅對待冇理解。本身冇愛用，唔講我有個朋友就非常嘅強腳，強愛用。嘛，當強，因為佢當為老細奶啊，變做哥們強用啲嘛。嗰時候細奶就會老佢，按到像細奶朋友愛用，強用來看，唔會老佢係兄弟啦，唔會老佢看做像細妹強用。就像有一班有發生嘅事情，就係我接送我辦一啲東西當寵嘛，佢就出隻來，你細奶就出隻老嗌朋友講，過來聽書，唔過看到自己就講啊，唔是，唔對嘛，嗰時候我就會知道有啲冇公平啦，因為對可能佢細妹習慣都可能會知道我老佢哋同學係聽書，唔過佢咩係細妹啊，係啊，都嘛係冇公平哦，係唔係嘅細奶妹？我講法咧，係其實我感覺雖然我看起來先係感覺做係細奶妹嘛，嗰種嘅因為我要細隻，要下長，嗰種看嚟。要下短。係學短，嗰種下次。好啦，係冇，本地講咗開。好，嗰種譬如做咩講講親子要聽書，唔講我相處嘅我輩嘅時候，我會希望自家看一下有力到嘅，係下強腳到嘅，唔講呢可能冇乜嘅效果。冇買效啊，冇效啊，看唔出來，就像望見嗰陣喺做個地位啊。而家咧，我出呢咧，可能其他人會知道，你都係要各種病也冇。嗰種嘅其實細奶妹看起來像細奶妹輕用嘅辛苦，係唔簡單用嘅。點麼？像老輩時你做細嘅時間，如果你看起來係細奶妹，嗰種呢笑面就會看起來感覺哦，你輕人用，就輕好講法，就會本人用嚟壓榨，本人欺負，人可能對人家有禮貌，佢哋就會感覺哦，你輕好講法，佢就會自然就對人冇禮貌，你話我就唔知為乜解會係愛用。家至於講到安尼吼，當到嘅細奶妹，也係看起來像學後生嘅細阿妹，就本人知道，係唔係爭出社會啊，嘛解都唔曉啊，係唔係做地讓人10分鐘準嘅使用人來示範，就知道。佢哋咩係有安尼困擾吼，嘅小伙也本樣都職場上，係因為細奶也係強腳，有時都買冇咁樣大意嘛。佢就講佢冇細奶啦，唔過我做佢啲 no boy 性格咩吼，就我家講嘅，較容易本人家知道講啊，我生意哦，我冇痛甜哦，哎呦，安尼拄會了無安尼。
佢當家咪好本人搶食飲料啦，下午茶點心啦，也就算了，還一擺咪好情人節，佢帶2拍嘅巧克力進來，哇！金色的一粒一粒的，個當歸嘅，你真係帶2拍，我想講哦，你擺好咧，情人節本佢買巧克力本來，唔係咧，人家送佢嘅呢，哎呦，哎呦，我2拍。冇強用嘅人送嘅啊，就唔單車一三年嘛，還來2盒進來，然後情人節嗰嘢都乜事情，對吧？佢還是數到娃娃啲嘛，佢講是湯圓已經出世了，佢還數到娃娃啲嘛。哦，代表小鳳愛較大邊條嘅，代表小鳳愛事情啦，情人節冇人愛啦，啊佢進來又變做較強強嘛，電腦版又較用用嘛，進來又較強強。心裡冇平衡係冇。當到做阿妹了後咪好，就話有一種感覺就講，我已經獨立嘅，我不需要你們這些男人。希望啊，本人對你較細奶係嘛？當然我希望啊，係啊。係嘅啊，佢把強嘅頭擺嘅女朋友有因為按呢有數到冇強嘅太易嘛。有啊，因為吼，佢係我算係軟妹子啦，所以佢個男人燃動火，還會做地哦。佢吼大擺吼，我哋吼講法嘅是個機會讓我炫耀講吼日前嘅頭擺嘅豐功偉業安樣。豐功偉業。係啊，講吼佢家前男朋友啊，對佢動火啊，就動火啊。前任。係啊，他讓我講吼，我還有很多人追，還有很多人追安樣。但是感覺吼，你個總得哦，不適合，為提前男朋友咯，你要是打叉叉安樣。所以我後來是表現佢啊，讓他如願以償。不應對安樣，表現係表富貴，要放生嘛。嘅飛機嗱，你知道你平常要冇強嘅對待嘛？我自家其實冇乜嘅冇窮用，因為啲行成門已經都當獨立啦。咁光看佢個外表，你其實唔知佢係女力。還係講佢係軟妹子啊，對我來講冇買爭差，係做事情嘅態度啊、風法啊，做得好果斷、好霸氣啊，已經係啦。所以像咖啡先講到，你下後生嘅尤其係細阿妹冇唔想頭擺，你印象中嗰種細阿妹，你下係較結團做事情哦，係懂實數吼。唔過咧，除咗你言外吼，假如講到到底你強強妹老細奶妹嘅性格，大家有想要改變冇？你先聊下。他再來繼續來講了。我有個朋友是係軟妹子媽媽，但紅事情是伊是家老公，他其實都冇佢吐聲音的婷婷，他就擺其實我哋出來啊是聊天啊，其實都該講啊佢凍條冇，所以佢等家老公仲來攞聲音誰信哦，我哋說哇好好哦，因為老公係科技業，其實凍冇限，所以佢講我愛凍條，所以愛冇咗兩年冇誰信哦。歡迎到咗嚟後生睇上個節目現場嗬，剛剛你專門要講到嗬，強腳妹啊、細奶妹啊，對生活當中有乜嘅模仿片對方，係一般大家要乜嘅模強樣嘅對待，唔過呢家即個暗強想去改變一下冇？有，因為將嚟下下先面，家下用講係強腳妹嘛，唔過頭擺係可能係強，一下真強停，故所係間睇一家要講樣，間睇呢種茶強，係較細。係要較細奶妹條嘅啦，就綜合體一點，因為唔過一下還係偏強腳妹條嘅，因為有上司就會知道可能愛偏人聽數有啲怪嘅，因為就冇像我嘅性格啦，就知道呢自家係用嘅性格就做自家就好，唔是為到乜嘅事情啊，係誰來想愛應用嘅啊，就過到自家嘅形式，我覺得是不需要的。其實你喺當中又唔管係誰來人啊，有誰冇人交往過後嗬，為到哪個一班有其他人講，唔做得改一下嘛，就來改變。真嘅。讀到130就改100遍，跟住就唔係唔設計係冇。懂嘛？跟小鳳，你希望設計要想改下。咩唔是改聽到啦，就最起碼希望講咩嗬，你當然做媽媽了後，就會知道講啊，其實老公咩嗬。有也好，冇也好啦。老公有也好，冇也好。永遠冇卡人啦，你冇吹。真嘅。對啊，就知道講有上次咩啊，做得卡細奶條誒，本來知道講有點嘅
好像有重要性啊，有存在感啊，嘿啦，他需要被人依靠的感觉，系咪？嘿啦，真嘅，虽然人家都按呢，懂定然吼，你睇電腦，誒定然後，西方人家就懂6年嘅吼，係咪？係啊，幾歲見到你知道？我知道冇乜咁唔好啊，咪唔是改變啊，係啊，因為當時情是自家做啊，我已經電到學家，係，所以知道人老公要也好，冇也好，係，冇也好，係哦，要也好，冇也好，係啊，已經係唔係都係按用嘅時候？我知道係啦，因為到我兩年前，我唔會知道乜嘅事情下一時推。因為突然發現講，誒，你喊傷，你通常係點點嘅。誒，你有喊出來呢？反正係動作時間做咗自家做啦，係啊，所以我兩行我咪係已經教雙胞，其實成個應該是都已經好好。古總希望以後咧雙胞變做籃球係女超人係嗎？係，做得。變女超人3人組係啊，運動好啊。係啊，咁質疑啦，想要改變一下嘛？其實我唔可以想去改變我嘅性格，不過我除嘅外表上面想去看起來較獨立啲，因為以前做些嘅經驗，係要除嘅做條路嘅地方就會俾人欺負嘛。故說從一下一開始可能做一條嘅做些嘅地方，成日看起來冇按笑面，係調試看起來冇按笑面，看起來有啲氣力，佢哋就會對人較有尊重。係哦，你唔會按呢張會對人較尊重掉誒？可能因為我大概就青笑面吧，故所佢哋就感覺我講哦，青好講法就做得。皮唔出錯嘅，會本皮到。真嘅，因為本人欺負啊，喺本人講，誒，有細阿妹哎呦。係啊，古所多工作嘅場合係會注意到自己嘅個性，會唔會本人知道誒，也懂好皮哦，懂好皮膚哦。發現嘅是要讓我一班來改變自己嘅女力，還係軟妹子嘅個性嘛？冇呢，因為我交往嘅人即係。冇唔好去改變咱我一班，因為我自家係當上愛做自家嘅人啊，當然對方咪當上愛做自家，看過咧假使對方真經改變自家咧，我很總得看清楚經驗本嘅容嘅，很總得創舊啊，因為佢係改變自家嘅容嘅，很就咱我一班啦，請朋友啦，因為是扮演。我是老去講拜拜的時候，你我喊來唔查，同佢講佢想我改變麼？哦，古說什麼東西啊？那個東西還沒來得及同佢講佢想我改變麼？古說你自己有一個 list 去 check 嘅，我哋有做到好，很棒。因為到後來冇嘅感情啦，我試到這個分手嘅理由啊，所以我心中哦就這個 list 講，哦佢就做到，佢冇做到，check 人啊，吼，連對女朋友咩按你 check 人，吼，都理性啦，坦白可能搞唔到女朋友，真嘅吼，你喺電視機嘅前面嘅。大家看到就會看到吼，總百強注意一下吼，就係兩種新嘅人哦，注意一下吼。誒，唔過啦，家講到按到，即家順康嘅新嘅朋友都係喺強腳妹較多，也係細奶妹較多咧，佢先來講一下好冇？從開始動到朋友都係媽媽嘛，他就對時當我空中動到事情全部自家做，不看事情成嘢事情透露全部自家做，還有一種就係那種軟妹子媽媽，我有個朋友是係軟妹子媽媽，大項事情是自家老公，佢其實都冇佢吐聲音的婷婷，佢就擺其實我哋出來啊是聊天啊，其實都該講啊佢凍天冇，所以佢等家老公仲喺撈聲音誰信哦，我哋說哇好好哦。等她老公回來幫小孩洗澡，假使老公的假扮，係嘅聲音呢？重點來咧，係重點來咧，係安因，因為老公係科技業，其實動無限，所以佢講我愛動聽，所以愛冇兩年冇誰信。哦，我啲疼到強強會暈倒，係啊。佢咁原來啲自家兩年冇誰信。可能要唔點講，因為佢係軟妹子媽媽，所以佢有原來啲自家係蛇嘅兩年冇誰信。係啊，你可能不是軟妹子媽媽，就是歐洲媽媽，歐洲媽媽嚟，嗬，即係自己
来分享一下自家顺風嘅細阿妹。我順風嘅朋友大部分都係強腳妹，因為我本人講法下出家，我唔好轉來轉去嘅，古種嘅。講法安尼慢咩？係我感覺真開，古種我順風朋友，他們都吃蟲吃都愛用鏘嘅嘢。冇，佢哋係鏘天天。哦。不過我是都有點媽愛。繼續開始。古種我感覺老，他吃蟲吃都嘅朋友交朋友，他強爽啦。我就看就講個按種相處起來，他自然唔是都一團誒，你剛剛講給他地方，想吃飯想都帶好都可以，都可以。那面好嗎？沒有那麼想，哎呀，對對。那想吃飯嗎？哦，都可以。不說好吃蟲蟲，我不想吃飯。哎呀，他好嘅咩？給你講咧。平常嘅朋友差唔多老自然可能都會強腳，冇就會強嘅部分啦。哈，唔過沒有朋友係細奶妹嘅朋友啦，就係記得較意思夾不海人，係夾意思係男朋友，還個夾朋友，係講像見男朋友吼冇差幾個時節，佢就會勁叫哦，要鬧一哭二鬧三上吊你嘛，就會按個就可能因為知道個男朋友對佢同好，唔過另外因為可能男朋友開咧就冇差佢，就會做心肝都懂艱苦啦。就係玻璃心吹踢。玻璃心開始咧，就會懂飯愛吃到，唔過後面就會更嚴格啊，嚴格時節就會有那個分手嘛。分手以後呢，又來個世紀大復合，又之後按樣懂冇了。做奶出去啊！嘿，走去做奶出。快點動係冇？真嘅，古種來說細妹聽說有起來想法，按樣係真係較好嘅啦。其實剛剛啲家講到嘛，不管係細奶人、細妹人，人吼係權宜嘅通分。不過咧，係咪可以使用自家嘅想法嘅時間啊？係，給小鳳來分享下自家順風嘅細阿妹。哎呀，就根本就跟講到啊，不用嘛。因為講不用啊。那只要就吃到講咩好，反正細妹人咩好，咩冇講痛硬先，咩冇講痛軟肉，冇一天咧就講慣軟嘅時間按軟，慣硬嘅時間按硬，想法按你做好分配啦。你看從家下講嘅，也就硬先咧，那個另一半係冇，就吃到講啊，細奶就油也好，磨也好，人家講嘅軟肉嘅。媽媽係嘛？雖然你兩年冇食成，打電話來，哎呀，小孩發燒了，用幹啥？40度了，呢個去講嘅時候，我有分別啦，係啊，係，給白欠咧，人家媽媽是係那種強力的女力啊，那個彈鋼機嘅故事都精彩哈。係啊，我媽媽吼係我從1歲到了24歲吼，看了24年嘅女力，最典型嘅女力哦，因為佢主動。對我嘅爸爸冇膽像安樣哦，佢會查我爸爸嘅班表，查爸爸嘅病了嘅行程，假使我爸爸病了，恐怖情人吧？病了，為了朋友去爬山哦，佢會出現哦，你都未出，你都未去爬山哦，你未爬山咧？我都強下去了咯。結婚下，係啊，結婚之後，我知道懂電影講，懂電影講誒，冇啦，結婚概念，佢會到吼，討好佢嘅婆婆，我嘅阿婆，係我嘅阿婆，幾時吼到。脫掉禮服、卸完妝之後，馬上哦，是全部下應該上服。結婚該日，哇，該日晚上的時候全部洗，全部下應哦，動哦，20-30個人該上服哦。好，然後結婚之後哈，因為我媽媽係唱超音係冇？冇哦，還有佢吼，因為佢係外省人，佢用最佳嘅速度吼，通識。我阿婆講嘅話，韓國就做啲勞機交通哦。哇！韓國到結婚之後，因為我到台北，佢到桃園走條路，佢喺兩邊通勤工作。但係哦，轉到屋下已經7-8點咧，佢喺住盤等我嘅課業，陪我練琴，喺住吼平時轉屋下強強力力。不過吼，每次回佢係安樣嘅女力，所以我感覺吼，我去聽那個老婆去聽愛情軟妹子吼，因為佢女力實在動強哈。不過我最近哦，當佩服我嘅媽媽吼，從我媽媽咪係外省人，我嫁來梗係客家家庭愛學客話，我哋老家講樣講下，故說我媽媽最近當重要，香港因為吼跟媽媽相處太久了。
古时候有时间可以让妈妈摸穷了吼，有的吼就不想要再讨一个妈妈的感觉吼，係咪？咁各位觀眾朋友就在想一下，都兩個時代吼，都帶係軟妹子，也係強腳妹，嚇吃香，先聊下，等下再來繼續來講了。hắn講話是安經叫西八八啦，阿婆，安尼，行路，行路要安會對到，像林黛玉安嘛，會對到，做來木卡咩吼？做上司就要較強腳嘛，係嘛？係服侍老公噶，服侍兩隻絲毛，跳槽嚟，係試用你係咪？唔。好，歡迎到咗嚟後生台上嗰個節目現場吼，假說明有滿個大家吼，已經為了都兩個時代了，冇窮嘅時代，軟妹子啊跟女漢子都在那個人都兩個時代，它有吃香嘅感覺哦。你講，我知道呢，聽說愛做強腳妹較好，尤其女力較好，女力當道，尤其係以新嘅封面啊，聽說用眼強，用眼，有陣時做細那個妹做對啦，不過像顯色嘅封面吼，外表嘅問題啊，有陣時啊，可能外表還常到講嘅時做細那妹，可能細奶還會知道哦，等等一下，因為細奶都懂好講嘅細阿妹嘛，錯冇？唔過啊，係講顯色封面外表啊，唔變露嘅時節，係講露嘅露妹。然後去曬奶花，係啦，因為佢發成語係叫色衰就愛遲，真嘅，嗰種單槍靠外表，露咧你就冇好。真嘅，嗰時候樣嘅時節可能就唔係曬奶妹哦，可能就係撇嘅妹哦，就係定然老妹，敢唔敢講？嗰時候係做用眼嘅做嘢強腳嘅妹，尤其啲性格方面，尤其係成塊較好嘅。其實你而家講到當中嘅一點就係做設計。冇每度拼來改變到設計啦，幾自然咯。你知道，你下個時代強腳妹、細奶妹，哪一種較吃香較好？我知道係各有利弊啊，因為我剛剛咩做唔係完全係強腳妹，還係完全係細奶妹。因為像有啲時，除咗我輩做細嘅時，啊全部都係細奶人嘅時，你親強腳，人家可能會唔小心本人講哦唔好相處。嗰時候有啲時還係我做到係細奶妹去用嘅，人家都係講誒，親好相處啊，親笑面啊，係咪感覺親有氣力嘅感覺？下擺就會想去請你來做細嘛。不過其實我上先嘅係大廈嘅強腳妹性感度都有細奶妹，啲細奶妹呢性感度沒有強腳妹，係因為那係完全係細奶妹嘅話，可能輕等一下，唔過呢就輕難表他自家嘅想法，那係完全係強腳妹嘅話就會較辛苦，雖然做嚟做設計，唔過就會較辛苦，較辛苦啲嘅。顧到自己嘅意思就係講，我看情況，改變這個係根本我係主持，顧種我就怕強腳掉嘅，我去接案呢，我攞人談事情嘅時候，他細奶掉嘅，就可能接到案呢，係咪？看人看對方係哪一隻個性，佢可能他中意那種他強腳嘅細妹人家，你就變咗他強力掉嘅，就可能他中意咯。嘅阿妹。來講一下，我知道一般啦，其實至於講嘅多少上場啦，所以看情況，從頭先嘅容易長細先嘅。哦，嗰種用的，係啊，還有一張咪係醫生時嘅一個朋友的例子啊，嗰張朋友是係軟妹子嘅型啊，安因安樣咯，充氣擺嘅叫樣，機搭對啊，因佢講話是安因叫西八八啦，阿哥，安尼，行路，行路要安因會對到，像林黛玉安嘛，會對到。我今天沒形象哎。她結婚前呢，她老公就很吃這一套，然後黃兆峰窮遊，她其實安因西送安因嘛，她叫老公是動管嘅安用命嘛，她就覺得她一直都是這樣。結果由於夫應該是係大家出去食飯，那時候她其實態度是唔張眼，該一擺佢係真的不舒服。緊緊唔爽快，緊就是身體不舒服，於是打電話問家老公講，我頭痛，我哪裡痛，我不舒服，我頭髮骨折，對，然後眼睛也痛，這樣貴姓痛死啦，因為佢懷孕嘛，結果我呢想講，他先生應該會來
会来接他。因为讲起款太毒嘅人嘛，係啊，送係緊張嘅啊。結果我老公只要佢講，沒關係，你再休息一下，你就可以自己搭車回來。加油，加油！係啊，不用加油哦，加油哦。係，那時候我講啊，怎麼會是這樣？所以我是都因為看細節啦，總之一切都係軟妹子，沒總之一切都女力。可能佢老公看破佢係輸腳，你頭版要做強過，你知道哈，然後你防着哈，你不管是不是真的，係，其實講叫我講未講，隨便放養的孩子，真係係放養的孩子哈，係啊，誒，嗰種人都會變係唔係？真嘅，人都會變，古時還係做嘅。最香腳妹，韓國唔係做神係咪較好啦？你知道係。做香腳妹較好，係。就唔會兩種情形就唔會賭到，因為大部分寬態度係自家市場。係啊，所以韓係做得自家。加兩位太從兩位嘅寫下來啊，平常時哈，真實的情況，先不考慮王太太嘅心情哈，給你下注意嘅香腳妹也係曬奶妹咧。嚟做廣東木匠菜人經驗。誒，有的人好嘛，有的人唔好加講嘅嘛，講夾本用威鉗上嘛。哎呦，我跳哪痛？鉗上大你呢？咩？創意啊，鉗上大。我看認同嘅係家自己講嘅啦，我有分別人去做乜事情，去攞杯哦，可能去老頭家做上些，我較強腳啲嘅，然後朋友啊、同事較嚴火，故所我較講包看原始嚟係嘛？啊，做來木卡咩嗬？所以做上些就要較強腳嘛係嘛？係服侍老公㗎，服侍老公，服侍兩扎絲毛，跳槽嘅，係試用嘅係唔係？唔，我哋講服侍要跳槽嘅，即係誒陪伴。另外一班咧，批咩做的？批判係都雕鼓，哦冇雕鼓。你講就係卡按樣講，看軟性的，冇按硬性，係嘛？按你這麼等一下，前張出地係嘛？前張出地係咪？嗰種你就知道吼，什麼人家吼，做頭嘅時間，他強勢掉冇爭。嗰個時代下吼，老老公啊，老聲人誒講法就很軟嘅，係軟性，太變很軟嘅，係唔係？嗰啲下每個。張伯謙哈，我們把講一個假設性的議題。乜嘅問題？假使哈，你根本應該係誰冇應假，你好重應該做嘅強腳妹，然後你要做嘅曬奶妹啦。當然咪係曬奶妹啊！做乜解咧？因為做曬奶強強哦，用辦講。太累了，太累。因為社會對曬奶要當到嘅期待啊，要當到嘅責任嘛，所以假使要一個機會做咧做曬妹啊，按樣當好啊，做咧表爽一下。假使吼做曬妹啊，是三萬啊，是做咧曬奶一行，是得到拍曬三萬當球將得到嘅東西。係啊，所以我感覺吼，假使係曬妹哦，做曬奶嘅曬妹，按樣真好啦。不過吼，你係假使啦，我講了以後，還會繼續吼，肩頭上嘅責任，我繼續強壯。本自家吼，哈拿站吼，係啊，冇辦法，當多嘅資源吼，基本上其實當尋晚基本大家嘅分享啊。其實佢頭前嘅觀眾朋友咩做嚟想一下吼，你下你社會對男自己係唔係有冇共樣嘅想法吼？對細粒人家愛吃住、愛獨立、愛堅強，細妹人家愛做嘅、愛曬奶嘅，唔過又係刻板嘅人生哦。多帶多兩個時段，愛你用版來改變兩刻板嘅人生，愛繼續來上網達標。下禮拜同一時間繼續來收看《後生太上宮》，有花太假宮。